觉得我们新手是对的吗？新手是对的吗，老师？然后不是很说那个他们的 A 队。对。不要传了，不要传了！阿哥，滚地球抓好！安排先做。老师，选手是对的。那个鸟的卡是更好，更好。然后他昨天要灌猫，他昨天要灌猫。草草。杨富豪，分垒。杨宋章杰，杨宋章杰。两名草草。三垒。往三垒打，3个3只要往2垒打。刘二才的爱人来了。三垒注意。那是猎采。小咖喱。猎采，猎采，猎采。哦，拿出去了。一垒啊！跑垒那么慢，在干嘛？还在看球？哎，不要看球！张岩，导师又跑了，不要看球！同意了。没有，哎，我说，那个是人承认。假面超人。内裤假面。
4分了。哦，4分，那他们3分。耶，我们可以还有个完成到分谁？杨思宏哦。这什么球？然后打他们2球，叉跑。刘伟成不要过，还是盯着看。好久没打那么远了。哎，老师，你刚刚有拍到我拿一只红葡萄，那个易安把刘金送回来了，让球超高，居然没半个人接上。哦，好直的球！太帅了！对啊，那个杨树球，那一球必死球，他居然没接到，逊。中控外的。哎，这样就是 A 队还是 B 队？他们好像对，好像先判。哇，秒塞！对呀，那。这冷气太多了。他们吹冷气哦。你在送我这里啊！那个是对面往上飘哎。再来呀！让那个来。
他了。我干嘛？加油！他们我也有强的。再来！快想的是谁？球那么慢，你再跑啊！不用。我刚转一下棒子，我还停一下再推。不要换我们了。